其實我覺得最主要係聚到人，即係如果多啲人喺度嘅話，同埋多元化啲嘅話咧，會比較容易即係大家可以有雙贏。因為始終我知道呢邊係比較少鋪位嘅，咁但係其實如果有更加多即係商店嘅話，其實我自己都會願意去投資落去嘅。片區發展嘅話就我自己覺得呢一年人流就都係某啲活動嘅話係比較多嘅，都陸續見到好多唔同嘅商戶入嚟啦。我自己覺得可以再做好啲嘅，咁樣咯係。咁如果未來嘅話就因為都係啱啱接手嘛，可能嘛，咁所以就都期待嘅，因為上一個活動都做得好成功。片區發展中心咧就同社區經濟同埋扶持或者振興中小企嘅工作咧係息息相關嘅。咁喺過往咧就2年咧成立咗6個片區啊，咁各個博企咧就依照自己嘅規劃去做。咁喺呢一屆政府咧，我哋仍然係重視咧就係嗰個社區經濟啦，所以咧重新啟動翻咧接住去做係6個片區嘅工作。咁咧為咗要整合嗰個資源，同埋咧就係從總體上做好相關嘅規劃咧，所以今次嘅模式係有啲調整，就唔再係6間博企咧佢各自去做，而係咧統一成咧就係3層嘅架構。咁首先就係政府咧就係監督統籌，即係政府做一個總體嘅一個規劃啊。咁啊另外咧休閒企業咧就係投入資源，咁佢哋主要就係將以往就係承諾嘅一啲非博元素當中嘅一部分就投入我哋片區入邊啦。第3層咧就係民間策劃舉辦，咁就由街坊總會會搭建一個平台咧，咁就係我哋眾多嘅社團同埋咧民間其他嘅組織一齊嚟去舉辦。我哋嘅目標咧，好希望就係依照每一個片區佢原有嘅歷史文化嘅狀況咧，去提煉打造成6個片區佢哋各自嘅 IP， 即係大家再講6個片區嘅時候，會諗起嚟到媽閣堂會係慢活，嚟到去荔枝碗可能係一個工業遺址同埋一啲親水空間，即係等等，我哋會打造一啲每個片區有佢嘅品牌效應。咁但係更加重要咧，今次呢種新模式咧，好希望咧就透過一啲微改造、一啲串聯或者一啲嘅指示嘅一啲嘅聯動咧，使得6個片區係能夠形成一片，咁我為我哋嘅社區經濟能夠形成一個品牌。我哋好希望就係最終出嚟嘅嗰個成績就係個結果就係大家嚟到澳門會諗起澳門仲有社區經濟，仲有6個片區同埋其他嗰啲社區經濟。咁呢個係我哋嘅一個發展嘅模式同埋一個目標。